万喜节快来看，长沙寺在河南，香桃来家。
人收下。银子绝没收下。哎，好。老管家，哎，少爷身体可好？我甚好啊。可是少爷亲自差你来的。正是少爷亲自差我来的，迎接少夫人即刻进京。老管家，你一路辛苦，快回去歇歇去吧。哦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快回去准备酒菜，今天晚上你我姐妹洗上一洗。好，老管家，路上辛苦，在我歇歇去吧。好，回去吧。快念信吧，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喜信呢。忙什么？长员公及长员部的信，我们怎么能听呢？好好好，算了，反正啊，心里边讲的都是些好的话，我们先回去告诉妈妈知道，叫她早点准备行李，让她好进京为王郎去呀。姐，我回去以后，非要好好问问妈妈不可，看她为嘛不骂姐夫穷，姐姐嫌嘛。哎，妹妹不可是此。啊，妹妹，你快回去准备营帐，明晨一早，你我一同进京。多谢姐姐，去吧。姐姐你啊，为妻写个黑人，即开手我。姐姐你快点回来，我等着你啊。知道了。王魁见机，贵姬长子。是比起实经教应得中，蒙尘老丞相招灾，即是成立。既有新婚难见旧呀，得命王总送8银200两，以报延期2年2必怜子女已归，须将不应冤枉亏，只因交在张德乐，真相君乐，鸟语在。
真一生人也细听分王魁正在神仙八字命十指望，生死何不与他共？命啊谁知晓？自生自灭不自信。那王魁他动了草药就忘了本，他竟该引起再去越走心啊人，200两银子一放心啊！待我上天无路，实地无瓦门，实在等不心出神神公开。三生子真意思，差应与我归隐把冤生啊！才的文灵与我再生，与我再生。总是往前一个前话你听见了不哟？你念我归隐孤苦伶仃，
你再替我做主吧。怎么？我可说了半天，你一点也不理睬我。哦，莫非就你的人太多了？你忘记那天我王奎在此明示了吗？哎呀！潘官爷，请你查一查吧，查明白了，向客人也未必一声，夸夸万那王奎。怎么你也不理睬我？那天我王奎在此明示，不是你和小鬼做见证的吗？小鬼哥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王奎在此明示吗？怎么你也不理我？你们大家都不理睬我。我明白了，如今王奎逼不得已的，他总要短命长远，也是陈老丞相的女婿。你们是怕他，不管杀他，怕他看不起我焦桂英，一无见而无私，是个烟花女子。我该受人家欺负。哎呀，起来呀！三爷，三到你无事都刚正，三月三千金万金，恰为我你今日无英名，任我可说不莫非你观海上不管生死，恰不问生死风不显十分。女王快在神前挖下誓愿，
为心才呀，可笑面光一杯仙门啊！我不想你，我真的不想你。我虽是不想你啊，委屈呀！啊，回家了，回家呀！哎，回家呀！回家呀，回家。姐妹们笑嘛，我到晚苦塞，真经的。宝儿的当马手起灵，这真是上天天福禄啊！三地地呀无门，嘿三爷呀，你不做此三年我归你，王人生个王魁。与我在，嘿，三爷，你不管王魁与我得着，为此愿也无此苦生的了呀！我只有一条死路，死。这是我死了，也要跟那王魁。到你成仙得
后。